前生，天魔说法。入狱成就种地，殊得一上三昧，一连三昧。若有一切处，而不自相。有必上了，不生不生前爱，亦无处相。不良利益，心怀定数，安闲无情。虚荣当变，此名一上三昧。要做坏事，要做坏事，咱都看这种业弟兄来讲，善知识到遐伊毋敢甲讲，大众啊，拢学落去就是一个善知识，就是讲得到了后，大家拢有咧修持，到有一个境界，到有一个境界。逆定国国情深，恁大家心莫阁有杂念，即个情就是无杂念，将恁的心杂念拢拨开去，听我说法就对了。听我讲，入狱成就种地，你若要亲像成就是那佛，遐一种的智慧殊得一上三昧，爱达到一生不。